为因应即种来临的高岗春节假期，市委邀集相关单位，针对台南市各地交通以及观光景点，推出台南行春虎虎生风计划。除了规划春节期间凭市民卡会当免费坐公车，各类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另外，自日到暝到初三停车会当免费以外，还有交通相关的公务员轮班服务，就是希望提供市民大众一个交通利便的台南。台南市的春节疏运的计划这个虽然是春节一定要做的，但是希望能对民众的驾驶行为跟他们的进程的这个方式有所影响也就是说，希望民众能掌握即时路况资讯，透过各种不同的传媒，或者说透过市府的 App， 或者是说 LINE 平台，都能够随时掌握你要到的目的地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能够选择最好的行进途径，那减少塞车的时间。那我们春节期间停车场是不收费的，路边停车是不收费的所以也希望说大家，但是也希望增加周转率，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还要付费，但是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小确幸之余，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大众运具。另外，我们也要求我们交通事故处理跟交通路况的疏导要订定 KPI， 也就是说希望说到场处理的时间不要让民众等太久。所以说我们也要求我们的交通局的团队跟警察局的团队，大家年节辛苦一点，希望我们多辛苦一点，让解决民众让民众节省一点时间，让民众在假期时间多增加一些乐趣，那少增加一些抱怨。那希望能够全民大家平安过个好年。但是市长最后也要呼吁，希望防疫工作一定要做得好。现在疫情有点扩散的趋势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把防疫工作做得好，才能有快乐平安的假期。不希望说到时候假期玩得很开心，结果后来染疫了变成乐极生悲也不好。希望大家做好防疫，共同维护城市的安全跟健康。民众若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台南市春节交通资讯，会当网络查询台南市交通局网站，或者是下载台南好停、大台南公车 T-Bike 等 App 来查询。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